好啦，咁樣嚟到呢一條片咧，教大家一個畢氏定理嘅證明。相信大家用呢個畢氏定理咧，Pythagoras theorem 都應該用咗成千上萬次噶啦。咁但係即係點解會有呢個 A 二次加 B 二次等於 C 二次咁吊詭嘅一件事咧？咁可能你嘅老師亦都未必有話俾你聽點解嘅。咁但係即係講起佢嘅證明咧，其實都一樣係會有成即係發展到今時今日都已經係有成千上萬個噶啦。有啲證明係超誇張嘅，即係超難嘅。咁有啲係好淺嘅。咁有個你可以自己試下嘅，即係你將呢個梯形，或者你將兩個全等嘅三角形畫到咁樣一條直線過啦，仲係直角嘅。咁然後條斜邊係 C， 咁你考慮佢個面積咧，基本上即係考慮個梯形嘅面積等於呢三個面積加埋咧，你一樣會證到 A 二次加 B 二次等於 C 二次嘅。咁呢個係一個好簡單嘅證明啦，一般中學生都應該會做到嘅。咁但係今日想介紹俾你嗰個咧，會係即係我哋會叫做有啲歷史意義，或者係喺數學史上比較重要嘅一個證明啦，係呢個歐基里德 Euclid 啊，我哋叫做 Euclid 唔記得點傳添 Euclidean proof 啦。Euclid 嘅 proof， Euclid 嘅 proof 關你數學 DSE 咩事咧？都關關地嘅喎，其實即係你諗下之前拍過一條咧，就係講一個即係5星星級嘅題目啦。咁就係講呢個正方形嘅面積其實係等於個菱形嘅面積噶嘛，即係咁樣。咁其實點解會咁咧？因為你用咗Euclid 佢最中意用嗰樣嘢就係同底同高三角形咧，佢哋個面積咧會係相等嘅。咁即係咩料咧？又或者點樣去證啦？咁首先呢度有一個嘅直角三角形啦。咁由每一個直角三角形咧，分別差咗一個面積啦，正方形啦。咁樣而家你想做嘅嘢咧，就係想話俾人聽呢個面積加呢個面積 A 二次加 B 二次等於下邊成個 C 嘅二次咁樣。啱啱講過即係你要用個同底又同高嘅三角形咁點樣搞咧？其實咁第一件事你要加啲線嘅。第一件事可能會加呢一條線先啦。歪咗。呢一條線你將呢個正方形 cut 開咗做一半先啦。然後最神奇嘅地方就嚟啦，你望一望先，呢一度係平行線嚟噶嘛？咁即係呢一個三角形嘅面積咧，我將呢一點咧拉到過嚟呢度，將佢變成咁嘅樣。又歪咗。呢一個三角形嘅面積咧，其實係會等於呢個三角形嘅面積嘅。同埋因為佢係平行線嚟噶嘛，呢兩條係平行嘅平行線。我將呢一點拉到過嚟嘅話咧，咁你個底冇變，個高都仍然係冇變到嘅，一樣係咁高嘅。所以呢個三角形嘅面積咧，同呢一個三角形嘅面積其實係一樣噶。然後你再留意一下咧，呢一個咧，呢一條邊咧，如果我喺呢度加條咁嘅邊喺度咯。所以咧，你有時睇書咧，你會睇到佢加咗呢兩條喺度嘅，或者有啲 Form 2 exercise 咧，佢會叫你證明啦，呢一個三角形會係等於呢一個三角形嘅。唔好意思，畫到勁核突。咁但係喺你嘅腦海裏邊自己補充翻啦，呢一個三角形係同呢個三角形係全等噶。所以換句話講，呢一個三角形嘅面積其實係同呢個三角形面積一樣噶。咁仲要未完喎，呢一個三角形咧，你諗下呢度又係平行線嚟噶嘛？又係平行線嚟噶嘛？咁即係換句話講，我可以將佢拉到過嚟呢度啦。咁所以我又會加呢條線俾佢咯。加呢條線俾佢。而呢個三角形嘅面積會同呢個三角形面積，因為佢哋係平行線，即係佢哋嘅高係一樣噶。咁即係咩料咧？即係話俾人聽，你呢度成個面積，我哋叫做 A 嘅二次除2，會等於呢度成個嘅面積都係 A 嘅二次除2啦。即係換句話講，呢度成忽咧就係 A 二次。同樣嘅道理，呢個 B 二次嘅話，呢一個都會係 B 二次啦。兩個加埋剛剛好就係呢個 C 嘅面積，即係 C 嘅二次方咁樣。咁所以其實係即係一個重點嘅重溫啦。即係其實佢主要用咗兩樣嘢啦。第一樣嘢就係佢哋嘅高係一樣啦，個底同高一樣，所以呢個三角形同呢個三角形嘅面積係一樣噶。然後第二件事就係呢個三角形同呢個三角形係 congruent triangle。換句話講，即係佢哋面積都一樣啦。呢個面積都係 A 二次除2啦。然後再玩多次，將呢條邊拉到過嚟呢度，所以呢個半個長方形，即係一個三角形嘅面積，亦都係 A 嘅二次 over 2。所以你會計到呢個正方形面積會係等於呢個長方形嘅面積，就係咁啦。